看到我爸流血的样子，我才知道，原来爸爸在我们心目中的榜样是多么的重要。这是我是不是要流点血，然后我儿子才会觉得？天老树啊！云峰只想要对老公讲嘛。哎呀，老公，谢谢你这么包容我，爱你哦。吃一个啊。妈。大擂台，老爺強下來。一禮拜安尼6強嘅積分，所以天意禮拜啦。哦，但係哦。是再過幾日呢，係安尼1年1度嘅父親節。哎呀，父親節快樂！哎呀，身為人父啦，哎呀，對呀。身為人父個機會吧。好機會啊！但是對免疫產業來講，大家可能會太注重母親節，但是爸爸也是很辛苦的啊，要動辛苦啊，對嘛？為了家庭，為了子女，要做運動，不然大病事業，像愛就咪咁樣，為了本身嘅各行好嘅生活品質，要動用心啲，冇錯，講嘢咧，所以安迪啊，祝福所有嘅爸爸大家父親節快樂！係喲，身體健康。積分水比賽規則，大禮拜由無扣樣嘅主題，參賽者7家選過嘅，經過6禮拜嘅比賽，累積分數最高嘅前3名，就可以進入到年冠軍嘅比賽。今日評審欣賞由1家欣賞，2個欣賞，7個欣賞，6個欣賞。葉老師。今日比賽有乜嘅規則嘛？今日嘅爸爸節嘛，大家生日蔬果嘅，而且獻本你上位感恩嘅人，就做得嚟。你感恩，你弄起來啲感恩啊，你需要上位向瑪莎表示你嘅感恩，你就獻給果，創佢哋感動大家，樣就好咧。日日正係今日比賽。係。TV 參賽嘅朋友係乜嘢呢？頒獎觀言帶來50成。我也他懂事，所以你還幫他。父親在每個人的心目中都是一個屹立不了的大樹，以及最好的避風港。希望借由今天這首歌，能傳達給老爸您，我已經長大了，不用再擔心我了，辛苦你了，謝謝。你講嘅人生就是安樣，愛有錢，總係實講。你講嘅人生冇乜嘅夢想，好好過年。總係你嘅理想，愛的你飛翔，愛的不是笑，愛的。起個嘅路，總會一步一步，總會一步一步向前行，慢慢嘅行向成功，總會一步一步，總會一步一步，艱苦嘅向。
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嘿，一条歌的嘛，迄爸爸家己的歌的，也系充满爸爸糖的。充爸爸糖诶。哦，一啲充物嘅啊？唔是蛇啊，哦，唔是蛇，他爸爸唔是蛇。係咩的意思？嘿，让爸爸不要再担心我了。嘿，哦，为什么？啊？因为乜嘅没有了，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啊，只是让爸爸退休了，希望他可以辛苦的上半辈子，希望他下半辈子可以好好的休息，接下来日子就交给我负责。听讲赢爸爸有一摆样诶，汽车呀、视察跌倒。嘿，错，对。车祸。其实说起来蛮好笑，是他自己骑脚踏车去撞人家后车的车窗。他喝醉了。他没有喝醉，就是有去缝几针啊。对，那从那次开始，我就看到我爸流血的样子，就是我才知道，原来爸爸在我们心目中的榜样是多么的重要。爸爸因为流血，然后才会让你知道多么重要。不是，本来就很重要，可是我不知道分量是这么重要。不是要流点血，然后我儿子才会觉得。呸！好啦，今日一条歌的显本爸爸呀，哈，希望爸爸唔是笑。对，我好好的打拼。啊，后班上演就困啦。对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按来谈欣赏的公平。好，叶老师。因为唱到吼，唔是亲手嘞，唔是亲手，主要是把手。所以意思唱到以后就出来。意思是讲，嗰迄个问题就青岛，比如讲，唔敢唱啦，但系唱到高分啦，根本你也是歌嘅，我感觉嘅感情变得亲好，还有唱法加，当然就得有问题啦。那个最高音你就没有把它唱好。慢慢的航向升高。前面的主歌那个部分，亲有感情，嘅所在，佢唱到亲好。实在讲，就唱嘢讲法样嘿，唱讲法含有一点是亲诚恳呐，诚恳，真心爱用啲所唱哦，所以鼓励大家有点方式来唱歌哈，后面还有五位哈，假如唱歌家做嗰就用真底部都拿出来个精神来唱家，我哋会帮你感通，好不好？好，欣赏。谢谢，好，安尼来看一下分数了哈。颁奖公演的分数。所以这样一直欣赏感通多点，其他两场比还好。其他两场比亲手。唔怕啦，还有4礼拜，好不好？好。是这边再加油。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在呢邊等我坐。沙下嚟入邊，咩唔有講下嘅？係啊，唔有講下嘅。哦喲，好，潘以涵帶來。Superman。一條歌暗諷哦，得晒都會唱啊！丟到了哈，真嘅咯。彈過啦。小時候，爸爸是我心中的大明星，他總能幫我完成許多夢想，在我最需要的時候出現在我身邊。今天要透過節目對他說：爸爸，你是我心中的大明星，謝謝你做我永遠的 Superman。夜春的路有一天，愛愛你嘅心比草本嘅要加一點，愛背唔夠，也就唔言，就驚你行得比愛較透徹。夜夜夜夜有一年，愛愛你嘅心比秋葉要加一點，愛背唔夠，也就唔言，就等你吩咐愛一定行到透徹。愛到你嘅 Superman， 係你心中嘅太陽神。雖然兩下愛冒險有路線，但相愛當你不一定你嘅身邊，追求恩利嘅一片天。夜春嘅路有一天，愛愛你嘅心比草本嘅要加一點，愛背唔過，也就唔言，就驚你行得比愛較透徹。夜夜夜夜有一年，愛愛你嘅心比秋葉要加一點，愛背唔
来唱 Superman 最好听的一个。如果你是男生，原唱 Superman 的人就 SL 了。唱的比他好呀。你的心目中的 Superman 黑曼莹？爸爸。爸爸。哎呦，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可以教我很多事情，然后帮我解决很多事。解决什么事？解决什么事情呢？例如我小时候好了，写作文我不会写，我都带回去给他写。然后，学校有缝纫社，我不会缝，我也带回去给他缝。你爸爸也会缝哦？对，他也会缝扣子。哦呦，对，然后他也会就是洗衣服、煮饭给我们吃。这个全能爸爸嘞，这好厉害哦。还有呢？你爸爸还有什么比较好玩、奇特的？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因为上学会觉得每天很无聊，会很想要出去玩，我就很想去海边玩，因为花莲有就是可以去海边玩嘛，我就会跟他说，对，然后他就有一天上课的途中。就突然来学校找我，因为通常爸爸会来学校就觉得我做了坏事，对，什么重大事情，对，然后不是他带我走，就是他找我跟姐姐出校门之后是带我们去海边玩，我就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孩，我跟其他人不一样。那妈妈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那所以后来知道吗？我们的秘密，他应该也不知道，都没有讲啊。对，那今天讲了他就知道了。你跟爸爸的小秘密，对。他会制造一些小秘密。哇，如果像我干这种事情，我老婆知道就完蛋了，被我老婆骂死。那爸爸很开放哦。哎呀，他不会就说很严格，就说你说脱鼠就会脱鼠中的。不会，他很浪漫的一个人。浪漫哎。对啊。好。好。是，就很乐天呐。哎呀。好。那从 Superman 你就自己解决了哈。这位老师，听完你跟你爸爸的故事之后，我更可以连接到你刚刚创料书高 Q 的感情。我刚才听你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好像坐在爸爸的摩托车后面抱着爸爸，然后爸爸一直在跟你说故事。你知道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有时候你会坐在你心爱的人身后，你用耳朵贴近他的背的时候，他在讲话，那个共鸣点是很好听的。我要讲那共鸣点，就是你给me唱歌给赏，你今天唱歌的声音的共鸣太好了。然后呢，我很开心，因为这首歌让我看到你过去没有看到的肢体，就是那个肢体是很自然的，不管你是蹬脚或者是摇晃，那是非常自然的，就是感觉爸爸在你面前。然后你把这个歌带到了一个很俏皮的境界。然后我要说的是，我一定要挑你的毛病的话，就是你今天还是忘词了嘛？不好意思，这个魔王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这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我知道每个人唱就是忘词，然后但是那一句我觉得不影响你之外，然后我觉得很 OK。然后你回去看播出的时候，你有一些爵士的声线跑出来了，譬如说不唔够那个狗，还有第二遍的那个爱你跟心比 Q 年跟一点那个声音是非常非常迷人的。夜夜夜夜有一年，爱你跟心比 Q 年又加一点。我很喜欢你这个声音，温柔中又带一点坚强。然后谢谢你唱这首歌，今天我给你的分数也很高分。好，那懂期待的颁奖的粉丝哦，有佩妹的粉丝啊，太厉害的粉数。4个礼拜，希望先过全部先对来。好表现也去上线，也去分数都会当高当好，就继续坐上去。好，好好思考一下，好，不要急，好，莫急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再一遍当我吵，撒下来，来本组，带来好的阿爸，好，来弹看啦。有感情了。这首歌的话，就是想要唱给阿公听啦。然后有一首歌有自己做，想要送给阿公阿婆的。唱一下。阿豆做人成功，献子孙的福气，还生言，还爱做阿豆的孙的好梦。阿
阿公去抢我爸爸供养，从我细时节到大都对我同照顾。我为了参加那年大擂台嘅比赛，也係因為我阿公嘅關係。有當到話，我平常時同小講，故所我今日用唱嘅來表達我心中對阿公嘅感謝。阿公，我愛你。总是为一个查家庭，河流忙碌，日沙也多甜蜜，土土棒棒一家人，无论太细都会可见，有欠配调，每眼天怪陪你。罗大哥好，海君姐好。不差呢。我觉得很好哎。很好，我有点那个起鸡皮疙瘩。哎，条哥，哎，有感情了。这首歌的话，就是想要唱给阿公听啦。从小的时候，就是我爸爸在我们大概国小、国中就开始去外面去大陆工作，都是阿公阿嬷在带这样子。哦，对，所以就是跟阿公很有感情，就好像肩负职一样。对，阿公吐到一胎。吐到一胎。系啊，上细咩？去年啊，哈？就回去的时候还是很照顾我们呐。那去年的时候，阿公就是过世了。哦。对。难怪人家唱那条歌唱到爱有感情。真的懂到位呢。对。然后有一首歌有自己做，想要送给阿公阿婆的这样子。唱一下。耶稣哥的爱送本爱阿公阿婆，祖孙的心情爱送本他。虽然也还有自家的生活，也唔袂忘听阿爹话声。细汉的世界来点点的都通下，通顶阿公来现的个个景。有时看去天马的都天风顺水，
轻点树东风的铃铃铃，阿佛歌阿佛嗦，数天数行到天东欧，看通的牛太毛，抢菜上刀又将毛，安用的日嘞东好。阿佛歌，阿佛歌，阿佛嗦，一声音留定后面上，阿斗做人成功，显子孙的福气，还生言，还爱做阿斗的孙的好梦。最好听的部分，对不对？那个副歌，阿佛狗阿佛说那边，棒哦！我很骄傲，我有一个阿公叫赖世火。阿佛狗。那你也很，因为我阿公是那个在3一排8字，然后有时候我们很小的时候，就是假日会有很多人来，然后就会。阿佛公阿佛爸安尼很就是很尊重啦，我就会觉得我有这个阿公很骄傲。对，主要是想跟他来不及讲了，因为想要跟他讲说我下辈子还要做他的孙女。对。哇，来。你把这首歌的那个谱把它就唱出来，比如说请小康老师帮你把它写出来。对。你就唱给小康老师，他帮你写出来。这首歌真的以后可以在节目当中可以演唱啊。其实那个音符修改一下子，其实会很美的哈。然后搞不好可以用这首歌，现在录音包设备很简单嘛，你一台电脑其实就可以，你把它录制下来，然后真的搞不好就有很多人传唱哦。谢谢。好。来，其实比是上，讲我想到去给他加工啦。不过回归正传，其实先从金币创的歌来讲，其实我对人期待动高，因为虽然讲大家上映都让他集团以后，大家上映讲起来，最后我都献出来，算是真的很不错的选手。不过我大摆就看到用紧张、无自信的方式伫下舞台上，其实我有时是真紧就会像上礼拜上来推着。真的想要拍桌，为什么？就是差那一点点，你为什么就不冲出去？好，你就做嘛。要舞台一本的东西，你做嘛袂做。你今比其实创业输过的，虽然讲人感情来讲，真紧真普动多，唔真紧又不用感情落去冲。所以讲，规支的安尼一团歌词下来，较大声的地方，很大摆，青黑位教师数都挺虚的，收得太虚。所以会让我觉得，两个感情的部分一直会团体，一直会团体。碌碌碌碌的声音，总是为一个杂家庭，好流氓咯。本上来上我当认真听创业书歌的，对阿公的感情，不过大摆做迄艺术，一团歌词下来就变团体，按较懂大上。其实今比当欣赏创法。好，我希望讲阿公本的力量，希望继续留给维持下去。对，好，也是因为阿公早做的下客家歌。对，所以希望。哇，你们有点像哎。下一个徐世慧老师。好，所以希望讲继续努力，打拼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好做下去。好，谢谢。欢迎他，安尼文做个粉书来。来文做个粉书。叶老师很多医生分满分了。因为我的感觉啊，中国是感情的东西，然后当然所有的评审老师，他各个角度冇共同，要求你的技术要，我肯定你比下来，一直在共鸣位置上没有处理得很好。不过根本是两首歌是你唱到鬼也上线，整个的那个感觉共鸣非常好。当然里面有瑕疵，可是。这种瑕疵吼，
老是当作讲感情的一种放松啦，哈。谢谢安之师，我刚才你给你唱了条国语，真的有大通都懂你。有，真的。谢谢，加油，好，加油，谢谢，好嘛，好，谢谢，恭喜。好，撒下来。朱平君帶來白帶。我嚟彈緊啦。我老外母下跟人嘅互動，從細到大都非常嘅好。我嘅爸爸媽媽也不時會關心老爹人，因人都冇背嘅太細嘅事情，當多嘅事情我不用得心肝度。一下我睇咧，希望我嘅爸爸媽媽唔是煩惱我，我我來好好回報人哋，希望人哋。一條巴帶來傳情，傳出也愛自5,000里情。巴帶匆匆牽從心，牽出台台情感嘅傳信。客家花圃做東山。招風將你夢字幕速鏡，發布東山來加皮，天寒地凍，愛字也唔是假，把呀把，把字打心，下字你心。呀把自看，人生嘅瞬間，有欠背掉也甘願，動呀動，動自嘅心，動自嘅心，動呀動，動三家庭。夢自雜染，當初多彩嘅人生。把呀把字打心，下字心。把呀把字看。人嘅瞬間，有欠背掉也甘願，動呀動，動自嘅心，弄自嘅心，動呀動，動三家庭，夢自造影。動出多彩嘅人生，夢自造影，動出多彩嘅人生。好聽，大家好。今日咧所有參賽朋友都冇選歌嘅啊。目前也4條歌嚟講都當好聽，啊要唱到當好。就但蠻適合演表達他內心裡面的一個情感。這條歌嘅獻給爸爸。對，獻給爸爸。啊，對，因為明白。因為父親在，就是對我們小孩子基本上都是不善於會表達啦。然後就是比較印象深刻的，就蠻感動的一件事，就是我大學的時候。大學的時候。對，就是記得很像去郵局吧，我就回家，然後騎摩托車騎，然後我在大卡車旁邊。哎呦。對，然後因為他沒有打方向燈，其實我沒有看到，我看不到，我已經過去了。
然后结果他就是紧急转进去，就转弯，然后我的那个摩托车的那个镜子就被勾到，然后我想说惨了，毁了，然后我就整个人被勾出去，就这样飞出去，大概滚了很远吧。那我都不想跟家人讲这件事。哦哟，对，就是蒙用的来呀。有就是脚有皮有掀开一块，就是整块掀掉。因为我后来有贴那个人工贴皮，大概1个月吧。对，可是在我隔天醒来的时候，爸爸就在我宿舍外面了。这样。他怎么会知道？对，因为可能我有跟姐姐讲啦，然后姐姐就觉得蛮严重的，不要讲什么的。对，然后姐姐可能就跟爸爸转达。对，所以爸爸就到高雄。对，高雄，他就把我载回去了。那时候我就，反正那爸爸有看到你受伤的时候，第一句话是跟你说什么？第一句话，他就是关心啊，有没有怎么样？对啊，有没有怎么样？然后没有说爸爸背你。用按摩生意啊呢？其实也会，因为是我在学校的时候也是不小心，就是打饭菜的时候烫伤，爸爸就滚过来，然后第一句话也是说按摩注意呀，打饭菜的时候什么不小心什么，也是第一句话是先念。然后，但是后来，鬼都路卡时间晚上是爸爸帮我换药的。一条歌今日唱到同學，來談一下羅國立老師的講評。潘堅，今日兩隻問題同大家講一首歌係非常有特色的一首歌曲。今日唱嚟發覺兩隻問題嘅工作不能做參考。第一咧，你今日唱一首歌，它的 key 是原唱的 key 嘛？對，是哈。是。那我給你建議就是太低了，有時候我們不一定要照原唱的 key 去唱。假使講你的低音沒有高音優秀，那你可以把 key 低的比原唱高一點也沒有關係啊。那在這首歌來講，你的低音是沒有那麼的處理得好，而且很多地方的音準都跑掉了，很可惜。我相信這首歌你再唱一個全音上去，應該都還可以的。好，這個要注意啊哈，定 key 要注意。再來就是這首歌。它前面它的編曲方式哈，前面主歌部分是很道地一首抒情歌曲，副歌一進來變得抒情搖滾的味道了。那它的層次編曲做得這麼明顯，可是你處理的沒有把層次做出來，也就是說你在唱主歌的時候是抒情的唱法，到進了副歌的抒情搖滾的伴奏編曲出來了，你還是在抒情的唱法去唱它，沒有把主副歌的層次做出來。人生嘅瞬間，有欠背條也甘願。這樣這首歌就聽起來就很平啦，沒什麼特色啦。這是我覺得要給你建議的地方。可是話又講回來，今天你表現這首歌，如果沒有撇開這些缺點的話，其實你可以把這首歌表現得更好的。多去思考，這個6強賽已經大家都在搶分數，要多去思考一些細節性的問題。才會對自己的分數有幫助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謝謝老師。好，來看分數。謝謝，跟住這陣味道錯，好嚟殺下來。好，裡面帶來頭擺嘅事情。今日唱嘅歌曲呢，很多頭擺嘅事情，因為我爸爸同學人來講以前嘅事情，講到佢就同歡喜同聽。所以我希望呢，喺未來講下神法嘅嘢呢，就唱佢上個頭擺一樣，很快樂。南門看下牛啊，樹當山嘛，鬼日叫娘娘。阿山頭大雨中有婦蓮樹下獨木水，沿着猴子遠遠看到佢，就罵佢喲。講阿山頭東邊出日頭，西邊都穿頭，強的來的摸骨頭，頭擺該事情。你還記得麼？頭擺該事情，頭
恋梦。走啊走，夹夹走，该海本记啥都是无命。大家噼啪乞乞，众生跌落，我的一生难过妹。阿山头木碎命下，海海笃笃表起来对眼里。该猴子一下下都无办法，张宽东有古美。大轮，阿山头嘅牛骨大轮飆來飆去，飆到杜順頭喎。嘅牛骨沒落灘到教水分起落牆唔飛頭。阿山頭大切出，再快快，燒起來飯飯在各場牛歌。佢手上抹下跳跳命嘅李莎來教水嘅蛇妹嘅凝固頭，頭擺嘅事情頭擺，你還記得麼？頭擺嘅事情頭擺。頭擺，你還記得麼？頭擺嘅事情，頭擺，你還記得麼？哇，唱到一條歌很爽哦，因為懂出拍啊，就講聲嘢好搞你真件當初阿爸會做嘅事情。阿爸按水片，唔係，就係講佢好搞。其實呢時陣，因為佢帶苗鏈嘛，條款就唱呢個歌曲強用佢當好按用教上教下。咩生意有嘅冇嘅，整人專家。整人啊，唱佢老夾朋友曾經咬到人嘅茶桶入去度。那個呢？係用爬到人嘅鑊棚去嘛，人嘅西鑊嘅時節，佢就爬到上蛋糕去，然之後要媽嘛，冇去掙人嘅巴嚟啊，我就係要去教書阿姑婆愛來打人啊，冇作神要走啊，佢當下人嚟講呢種事情。意思你阿爸係當夜小嘅種人。這些時節啦，不過兩下佢就變做一張非常成熟穩重、親自慈愛嘅爸爸一樣。哦，跟你同你爸爸像朋友一樣嘅哦。係，安尼就像朋友，還有佢。不管發生乜嘢事情哦，其實就最支持我的人就是他。像我自己，我本身係太搞決定，我係中醫寫來嘛，我本來就愛用。那其實我爸爸第一班你上過客家寫來，談到你一天會動聽講嘢來用愛用，我爸爸唔愛用，佢到我頭前講，萬一欺負人老嚟講，我來老人冇強用冇關係哦，你假使有人對佢做乜，你先來請愛。我爸爸係咁樣嘅，我爸爸非常非常的支持我。佢從細最有接觸到嘅。啱啲係佢因為人冇講嘅時間唔可以自己乜嘅反應嘛，佢一講嘅時間佢講，我嚟就咁樣，就冇老佢，冇來講佢用嘅。我爸爸就是這樣子。好棒哦！講真一條陳永濤嘅歌誒，蠻適合他的，人家可以上線。對。好特別哦！因為講吸煙唔會講會溜，所以我想說特別練看。對，好聽，謝謝。就是中間那一段好像有點，如果再放出來一點會更好。會更棒。係啊，頭擺嘅事情嘅，不用我知道人啊，這種暗地欣賞用版嘅感覺。好，再來談寬是這位老師。我對他的爸爸，就是我覺得很感動，因為他爸爸曾經因為這件事情，報紙上面投稿，說他的真勁，然後還上了新聞。其實我覺得很感動啊！咩同當人講，我看到他裡面做自家嘅事情啦，而你看不管係樣板型嘅人，我想到自家，你做自家以外，沒有想到我卡人的支持。好，我覺得他的爸爸真的很棒，這是在媒體界大家都很清楚的事情，也真的很棒，恭喜了。
然后再说就是俩唱歌，刚你从 T 机的时间，南门看哈的时间，Andy 老师就看一下相视而笑。我想说，这么努力的歌手，Andy 一直给他鞭策，他终于找到方向了。你根本啦，不管你要音色。你要音准，还有你中低音的表现，是我到目前为止，你看你比赛到现在，我最喜欢的一个样子。包括什么？包括你刚刚骑到舞台上唱歌的样诶，咩最刺眼诶。刚刚我思慧老师讲，当唱机一听到讲客家话，我真看得到哈林名，你有吃到吗？你讲客家话的时间，你讲话力度都出来，那个唱歌的那个力度就是那样来的。你要记得哦，讲话的时间跟痴心还有讲话跟那个从丹田出来的气，出现你唱歌一样然后你完全发挥了阿涛哥歌真的很难唱，我罗阿哥很喜欢他，我也很喜欢他。当然，你感每一种东西，黑眼神的力量，这没有办法，这你必须要经过人生的历练。但是我觉得，就算你真的已经去揣摩、去想象，金币共量数高课外孤身能力，我给你很大的肯定。然后你转去看哈，你转去谈燕看到机啊，还有你打机出来那个语助词有没有？那个音你做的非常的到位。Endo 猴子燕看到机，就马机哟。讲阿散头，东边出日头，西边杜川头，强的来的摸骨头。然后最美虽然讲音有一点点跑调，但是对我来讲，我后来把耳机拿下来，我就是很享受看你的表演，听你说故事。我今天给你很高的分数，恭喜！谢谢老师。那个帮期待昆雅的分数。好，哈林明年分数。恭喜，谢谢，好棒哦！也谢谢你这么有勇气。好，不会，谢谢，对，真的，有机会带你的另外一半来。祝福你，好，谢谢 ，OK， 好，恭喜啊哈！好了，撒下来。李文贤带来培养。好，来弹开了。爱看见你的培养经比经过经一记耶。爸妈妈都170啊。那你是像到妈妈啦，一般都是因为妈妈高，所以小孩就会很高。真的。女儿很高。很高啦。她长得像 NONO。父亲节呐，上岁就会唱国语没？对吧？唐高6岁了。6岁。我张嘉已经76了，从75。我有2个爸爸，一个是生我的，一个是养我的。那这2个爸爸呢，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，就是在我很叛逆的时候，他们不但不会骂我，还很支持我，很鼓励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，去完成我的梦想。那在这边有句话想要对你们说，爸爸们，父亲节快乐，我爱你们。伊也有自家的梦嘞，
看见伊的背影，竟比经过，竟比记的，希望伊袂记得，伊一定袂记得，记得一条。转无的路。我当伫想讲，哎呦，根本伊唔伫位，因为带落一条破样嘛。有。哎。有。真的呢。哎呀，迄奇怪，一条歌迄下本。看到声音的配样，结果大把安尼节目迄个是有描述到吼，安尼吼装逼的嗰种情感的世界，我有参赛朋友带来一条歌曲。来嘛，可以聊聊父亲吗？好，可以聊聊父亲。哦，对了，因为我有2个爸爸，一个是生我的，一个是养我的。哦。对，然后就是我们感情都很好。我们以前小时候住眷村，就是住对象而已。然后我要睡哪里就睡哪里。这么好。对。啊，你爸爸生父也是觉得就是就是过继到我姑姑这里来，所以就是姑姑丈养我这样子。就是养父是姑丈。对。对。姑丈没有生小孩是吧？没有生小孩。所以就把你分给姑丈。那你姑分给姑丈。好幸福哦，2个家庭呢。对啊。难怪养得这样子。没有，我们遗传啊，我爸妈妈都170，亲爸爸亲妈妈。那你是像到妈妈啦，一般都是因为妈妈高，所以小孩就会很高。真的。你做对的啦。哦，也很跟你一样漂亮。那当然。女儿很高。很高啦。她长得像 NONO。爱看见你的背影。金行金眼，金比金眼。没有啦，我每天早晚都有上香拜拜啦，不会的。唱一条国语给徐世慧老师。世慧老师。今天文心，我现在先讲一下，就是这整首歌的表现方式。好，你要不要看方式？我比较喜欢切割在你的情绪的感情上。因为两个音色，我很早就跟你讲过，我其实很迷恋你的声音。可是我觉得你今天声音有点怪怪的。这个部分呢，因为两个 pitch 有上是会走台啦，好，有上是会走台。你的主歌的部分的铺陈在这里面，我一直都觉得你很特别的地方是，主歌铺陈都让我感受不到你铺陈的感觉。今天很特别的是，你的副歌铺陈我很喜欢。爱看见你的背影，竟行竟远，竟海竟深。我刚刚听了你有2个爸爸故事，我大概懂了一点。你天生就很乐观，所以大家都很爱你，所以这是你个人的个性，天生乐观是非常好的事。不过创国有赏是，你可能要剖析人性，剖析人生观，可能压人生观唔去压嘅，不过可能要用什么感觉。所以在这上头，你好像缺乏了一点点应该有的深情。副歌上面真的很漂亮，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铺陈法。所以我希望讲，你再回去感受一下我刚刚讲的人生观的剖析，不是只针对一个人，你可能还要想配3个，也按呢面向底部还有几种的看法，你可以去了解一下。要是培养罗老师下、郭老师下的方式去了解你的想法，先把你去了解一下。还有别人有没有别人看法，你也可以去透过别人，你的朋友在唱这首歌的感觉，他会有什么，记下来，好，记下来，可能他就会是你诠释歌曲的方式。好，安之 C， 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安之 C， 再来谈罗国立老师。好。我今天听了文心唱这首歌，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想，就是说，其实这首歌它可以有2个方式去，表现的话可以拿高分。一个是你唱的很好，一个是你说的很好。说得好，给人家就像之前陈婷婷她唱过这首歌，很高分数很高。她是说得很好，让我们听着有画面，真的有感觉到她希望看到那个人的背影的出现，让听着有画面。那你今天是属于前者唱得很好那一种。这首歌你唱得不错，唯独就是
画面给我们少了一点点。好，你跟婷婷的差距是在这里的。那如果将来你还有机会唱这首歌的话，你就往画面多的那条路线去走，分数会高一点。不过你今天真的也是唱得很棒，真的是我给你的分数也不低，好，加油，文心。谢谢。好，来看一下分数来。李文心的分数。哇！过关。哇！你看今日，真的要多做一点主题。你看大家现在各位嘅感情的表现，如何创作同好啊？恭喜95分，加油！加油！高分哦。还有4个礼拜，不用。在列当中。好，也係傳統組天意禮拜6強積分賽。係咯，加油！係啊，所以比賽越來越緊張了哈。係啊，然後馬上嚟進行準備比賽。比賽之前嚟介紹下你評審先生。蒼龍先生、梁明正先生、羅毅先生、李秋華先生。下禮拜哈，還有請一位大來賓。叫做示範好聽嘅歌曲本大家聽哦。梁叔哦，示範梁叔哦。李秋華先生，帶來平板老3個字。來聽個啦。
唱书手提一拍啊！哎呦，我脚戏冇。大白就按啊。国宝煮迄国宝，国宝要放了不公你不创出来煮迄不同的反响。反向。我今日创平板用那个中秋的创用新兔子跟用个就咪就系扮好，有样哦，行了，傻逼行路都有过。啊，两种用扮后的方式，两种平板三国钟啊都用扮后，有贴丝的。哦，唐先生吼，站在那个舞台上有没有？散发出来一种光芒，有冇？哎呦，真简单，错一点冇用用。我同我也迄详细经历展现出来。上色就会冲过的，系嘛？唐讲六色啦，3×2，然后六色，6色就冲的啊。每色时间也会跟着我冲了也已经76个，冲76。唔用啥，还有啥冇错。基本嘢，所以参赛朋友加油哈！看到安尼，个安尼，哦，国宝级的人物来示范啊，赞嘛，赞哈！所以啊，这份算系用礼拜嘛，对嘛？今日算下用礼拜，唔今日大头针哦。哦，他先生哈，土地本嘅人份，讲讲，对的啊，我做咩咩？贿赂一下3000叫一撒钱啊！哎呦，安尼冇先生来带下本书嘛，来带下本书嘛。唔该，行那高分，人看咧，人先生，唔叫忙是本人打过分数啊。哎，拢系你打你的分数啦，老个得有啊，有啦。得有嘅算计啦。係啦，我哋啊來帶下安尼。你手下先生嘅分數。哎呦，高總，第一首歌我唱你哈，用上中文較生意啲我啦講。中文25分。唔吧？係點講？你兩個打人，下來看你下，傾講啊！咱認真想打100分啦，但係那個崔先生200天啦。哎呀，你切啦100啊！所以最大分呢就會唱高中分25分。繼續講，唔吧？下個禮拜我2啊條來，哦，唔知剛剛我0.9，我告訴你。好啦，安子生哈，好啦，什麼安子生哈哈，什麼太感哈，父親節快樂！快樂，好，安子生，真假？快樂很多安排上，嚇死人咧！我跟你呢，盧卡嘅阿爸多啲看電視，行行嘅模型裝片行。快樂。哦，啊，比賽之前咧講一下你評分嘅規則。今日有請到參高總。今日嘅主題哈，加主持人也有講過哈，主要係慶祝父親節。哦。啊，故所今日唱歌嘅主題係感情嘅愛。哦。每一個參賽者要唱一條表達你對父愛嘅感動和感謝。哦。唱人嘅歌嘅除了基本嘅條件，大家嘅韻味也好，咬字也好。我係要交代大家哈，莫緊張係莫驚神哈。除咗安尼以外，所有嘅感情一個部分，大家會照安尼模式去評分。家大家都有聽到李秋霞先生唱《三國志》平板，加個感情用版型，也就大家做得要去學習。大家加油！呢位參賽朋友，歡迎羅風飛帶來平板。來聽下。大家好，今日我唱一條平板，係我感謝爸爸對我嘅恩情，因為爸爸對我來講是係我親大嘅靠山。雖然佢冇才咧，不過今日我會帶到佢嘅鼓勵，一天實得順利拿到高分，加油！世上唯
啦，因为今日迄请感恩的人嘛，啊，伊听我想到爸爸，爸爸很帅冇？冇帅。哦，迄很帅爸係多少？80啦。哦，80啦。快90。刚很记得爸爸喊菜时的时节，为了做个嘛个最怀念的，都紧还是很难忘的，对。因为我4岁哈就丢了，啊，丢细汉啦嘿。哦，爸爸丢的。丢的，对，扭丢安尼吼，唔会太啦。啊，爸爸就当反手爱吼，叫佢种都不要不爱说。都国中的时节哈，国中的时候还没有发育，爸爸就动手，他会去那个你那鸡鹿茸啊哈，叫佢去老人买个鹿茸，啊个个鸡的血哈，就是用那个高粱酒泡着，然后要给我喝，那我不要喝啊，我冇意思的，叫佢半夜哈，然后作风来，同佢灌酒。灌啊的嘿，本补都错嘅。哦，味量唔好啦。通我还要炖奶脚啊。佢按部头水木吼，叫佢去让我数脚来咧，看一年大一寸嘛，看平讲你会较大一寸嘛安尼。啊不卡吼，叫佢种个那个吊单杠。单杠哦。本来吊。所以爸爸嘅用心呐，真的希望真的，爱。当多安尼了，没有可能咧补骨头。不过我到国中啊，还蛮发育啊，动漫啊。做迄啊，有等于迄资源啊，佢可能国中，小学国中无乜该过，啲国中以后高中的时候，哦绑上了，哎呀绑突然超高的吼。我当到同学做安尼，我国中做按过的啊。我国3就这么高了，真的哦，我就178公分，在乡下很高了，真的。啊，这样子每天都欺负同学啊，因为高嘛，冇啦。因为比你高，看看大。结果过3年以后，国中毕业没有体检嘛，去做病，同学哦，因为一直变下高啊。真的呢。哦，阿哥就一直经过别来伊。我迄无高哈，丢唔讲我动不走。哎呦，我很会跑，100公尺而且你的弹力很好。我记得那时候跑14秒还是几秒，反正我很会跑，短跑，对，短跑。哦，腿那么短还那么会跑。你很会爬树。真的，100公尺14秒，什么会动厉害呢？短的啦，短的安尼，就是短跑的选手啦。厉害。跟你的比赛一下来吼。以下无法度。好啦，先来谈一下公平啦，参考中。罗小姐今日创的一个平板吼，真有感情。一个司机也有无穷样的运，尤其第3季热身唔创呀，热身啊，那个人个节奏上来讲，相当的有变化啦，吼，也係算非常好，也優點。但是根本也比較較無好些素材，就也提及嘅阿爸嘅隻巴士，有一些嘅無咩樣嘅青春。嘿啊了吧那，各位親後輩，上次家嘅面向。前運的時節，上面有多少會走走？假使也兩個部分係裝得好勢，我相信兩條平板係相當可以傾聽的一個歌。謝謝老師。謝謝，係啊，因為平板嘅充分咧有糖咧，係啊。好嚟看一下本書哈，嚟。羅風飛嘅本書。全部做这些钱，全部搞我爸爸，全部搞爸爸，那有可能。我同爸爸那就好。恩情太高天呐！条公我爸为葬礼的那天，我没有到场，因为我头日是那个阑尾炎，急性阑尾炎开刀。
哦，故说俺没送给最后一程，是最遗憾的事情。老公第二本书。上礼拜的吧91。 91，哦有进步1分改了183分哈。下礼拜加油哦。好。好，按子些哈，好嘞，回做休息。接下来，庞真聪带来3个字。慈善阿爸非常嘅辛苦，嚟用喺度10嘅兄弟姊妹，非常感恩嘅財天之靈嘅聲音為我哋子女嘅付出。今日嚟現場有3個字，讓阿爸分享，希望阿爸能夠喺天上為我加油。做時裝嚟唱歌。哎呦，今日做得按真實的呢哈。喲。哎呀，哦，咩今日要感恩嘛，感恩爸爸，所以哈唱較做較真實的神父嚟哈。係啊。有理。有理啊。哦。龐太公，唔閒些時節做生意嘅時節，有乜嘅對爸爸懷念冇？我爸爸哦，佢係個真重視嘅人啦，佢叫我哋兄弟哦10姊妹啊。小妹也總談住落到人爸嘅神行嗰度，我爸做設備呢，設備蠻厲害呢。特別應該講好命仲多啊，係啦。阿媽個辛苦呢？辛苦，係我講到阿爸哦，我前幾我目睭唔識，非常嘅辛苦，可以講非常嘅辛苦啊，樣樣喺度啊，係幾啊前幾上喺度人睇幾啊前要嘅。肩胛啊，責任感。所以聽講人爸爸頭擺嘅，人家就穿那個就打工嘅錢，以為某個全部都要交問爸爸係嘛？係，根本做得。佢你家人佢所有錢佢收佢計算多啊，成日呢去作啊哦，都像藥桶啊哦。天數。係啦，佢全部佢頭上都來賺有錢啊。對啊，有效嘅呢，全部做些錢，全部交問爸爸。全部交問爸爸。呀，下呢有可能呀，好生嘅做佢自己唔拉屎了，喺度交問爸爸。你還有人哦？係咪？冇同爸爸那就好。啊，所以懂我。我講佢講到阿爸我命喺目睭就走出來。關於有機會再好好嚟開講啊，嚟分享啊。好，安尼嚟先談一下先生嘅公平啊嚟。那你曾先生？龐先生今日創3個字哈，日生一條呢哈，要相當嘅哈，有嘅安尼，所以講創3個字嘅嗰種安尼本錢啊。但是我安尼談啊吼，就講
像一个一般的讲法，比方来讲法，像因特别好，平常细细家吼，咪较无声嘛吼。有呀。看到猪肉的话吼，迄咪要当相声。有。但是呢，大船就是猪肉温内嘛。我讲好呀。嘿，温内嘿，对对。因创成果咪穷样啊吼。结果因创，我家因堂啊吼，人家底部呢吼，就要出成果子跪下来，人家果实也下来清好了。但是呢，大几来盐的时间了吼，人家扣米嘛，为着孤天神的嘛，像那话爱罢了，好一样的哈，然后呢，吃了又安的哈，大几啦，安尼来啥，带香了，哎，中央哎安尼，所以我是讲一扎半扎的哈，我试过，也种安尼强就有糖。但是呢，大机迄安尼创的话吼，实在就小咸又太多一点点的啦。爱罢了，吃来谁呀？带香来见啊！一般来讲的话，人家就会用我个进行方式啦。米盐嘛吼，应该去做软母上人啦，上来哈，爱罢。盐嘛吼，一小变到一啦，安尼要变变到一啊，一小安尼变。但是呢，呀，唔係講做唔得，但是呢用到太多去啊吼，大機就安尼嘛，就糖到不錯，喲，伢用迄安尼，大那嘢我都嘛咯，有種我都講，有種口頭禪樣嘅啦，習慣性嘅，安尼方較無安好啦，好對呢，就講唔創成個，我相信伢嘅大安好咪吼。因為嘢嗱你飲唔到睇啦，嗬，莫特機來，莫特雜事，特機種安尼話，我相信成績會較好。好，謝謝老師，很好建議哈。依依老師補充。好，潘阿叔吼，歹勢，我講一下就係呢個咬字，好，像是吼談起來會冇按清楚，好，譬如講辛苦嘅苦，好，耕田嘅田。好，韓國提示嘅神仙嘅神，好，就係你要你係是係，比如講要下輕再下輕，辛苦嘅苦，好，你就冇從清楚，耕田田嘅叫潤，要冇做出來，好，所以就係咬字嘅位所，就個注意到，還加上賴先生講啊，我相信呢個本質天錯做得到，你係三個發揮到很下好。是嗎？好，謝謝哈。我哋嚟看一下分數哈。係彭真聰嘅分數。雙禮拜咪93分係嘛？哦，係咩？係啊，係啊，加到186了哈，加油，好嘛？好，行嗎？好，晚自習哈，好嘞，好，在畢業當中坐哈。哇，厲害！哎，真的差一分，2禮拜、3禮拜差真差幾下分數咧。嚇，加起來咧，嗬。係啊，加油！好嚟，殺下來。希美容帶來老三個。嚟，等我。阿爸從細到大都對我哋自己當好。家中所有嘅事情全部都以一手包辦。今日我愛來創條老山歌，獻本天堂嘅阿爸，希望佢為我來祝福。阿爸，我愛你。
参念呐，一生呢。主持人哈，好，罗哥好，今天太赶紧唱迄歌诶吼，那个拢就是悠悠的，看严肃的对哈，今天我们不搞笑，没有搞笑，没有，不要打我了。太君把扣子扣起来了，因为他遗憾是这样，头过我爸葬礼的那天，我没有到场，因为我头日是那个阑尾炎，急性阑尾炎开刀，故所我没送给最后一程，是最遗憾的事情。哦，你这辈子最遗憾的一件事。结果我所有的亲朋好友全部开到40分钟，脚入马蹄。第9点出来。对啊，都是讲到后边都冇话好讲，叫还有什么亲人没到的，赶快跟那个徐老爷说。结果我赖兄弟，哎呀，妈妈没有来。徐老爷讲，外公，妈妈不是不来送你，是因为她家开刀没办法过来送你。外公你就好好的走啊，不用担心。一点舒心高。真的有上写出来呢，前年的冇多的时间，营养嗰种冇高。因为佢当上来，故所当遗憾，冇去送佢。唔係啦，爸爸啲啦哈。故所我就唱落山歌，希望我爸祝福我。嘿，做得拿好成绩。嘿，哦，安尼好，来先谈一下先生的贡品啦哈。唱下先生。而家唱到落山歌，唱到真有感情。唔过个亲爱的感觉，我做的因为做的工作人嘛，唱的很软的喂，唔是很硬，哈。虽然也上亲好来讲，但是唱歌的东西我从头讲，唔要比上手，比韵味嘛。好，你迄讲唱按高音的时间，你就变人讲，还渐音，渐音是迄多迄杯你输音，起就会不足。恩情太高天呐。熱線唔係熱線，熱電視機熱線，熱2、3時嘅熱，唔好熱1、2、3時熱係可以了講，嚇。你係有過真啦嗬，我相信你下回嘅分數問你更加好哦，你加條啊？是孟先生。好，沒問題耶。當重要啦嗬。來看一下分數，來。希米用嘅分數。阿媽你講嘅，一下休安過了，休是上分。很好啊！好，謝謝。變而已，還有4加油加油！好嘛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昨天別讓我坐，按住先嚇。好，你撒下來。陳偉強帶來平板。來聽。這些時間不下辛苦，爸爸媽媽們真辛苦，當日在當早就出門，賺錢照顧不下太細。你下爸爸媽媽年紀也老了哦，你下爸爸有閒的時間，其實愛獻幫我唱山歌，希望佢身體再健健18年，爸爸加油哦！唱。
今年爸爸明年大傻冲还能给我值啦。唔会啦，你爸爸也很懂健康啊。对，爸爸你多岁？85。哇，85，很后生啊。妈妈80岁。妈妈80。哎呦，好高寿哦。对呀。是。哦。因为头摆当后生伊当3忙，所以为了顾家有冇？当做出门老奶茶诶。贴书的，老奶茶嘛，都个头摆奶茶个2张里的那种贴书啊，当做啊忙放机注意3档嘞，等下放机一台茶落下来，当然摘书下来。用奶的哈，用盐奶嗰种。像牛拉车一样的，很动辛苦哦。哎呦，青虫的工作呢，吼。对，很辛苦。头班人全部动辛苦啊，系啊。俺做好胎啊，好胎来图弟弟妹妹啊。很辛苦。他爸爸提督卡是扮演慈父的角色还是严父的角色？伊做18岁人做事啦，人传。千万做事啊！先落实做因变的啦。一摆吼，落个奶茶个书贴当年嘅翻茶。真见。翻茶都好有翻到个一只佛的有嘛？人都。对个佛度伊就冇本书的值度，黑毛之类哟，哎呦，个书的全部动太条，动太条，按路动辛苦。所以一个妹吼又好啦，存钱哦全部拿本爸爸，拿本爸爸，嘿，6根本嘅钱嘛拿本爸爸，拿本爸爸。都有啊，你讲样啊？你下冇啦。谈公平，谈公平，好，谢谢。参考总。每强手机创的也数平板吼，创来伊铁书，伊每一只诗啊吼，伊都有做一天呢，伊想爱做个运。但是就讲对也创的平板啊吼，我也有一些些的建议啦吼。所有的特只诗的前运吼。有上时的函数，要去注意讲，几只诗，係咪一天做得安尼本賺安尼錢啊？有的會做得，有的會做唔得。有的本安尼賺啊個吼，嗰只詩嘅發言啊吼，嗰個言啊，係會走提去啦。故所可能要去注意一下。好，謝謝。安子生，安老師要補充嘛？先睇者吼，其實簡單講啦，就係強陽吼，呢個從嗰個模式就係講全強陽，吼就係呢個料全部係呢個意思全部係用料，吼打個比方來講，譬如講天意記快樂到，快樂到哪，你們是快樂了，錯嗎？好。都係加料，就冇按醬，吼，沒有驚喜，好，意思就係簡單講係安樣先，好，唔係講加安樣唔錯，好，就係講不要都一樣，好，嘿，好，什麼？好，好，來，你看一下人家份數啦，哈，來，陳梅強嘅份數。92分，上禮拜多少？93啊！我要注意咯，退步一款啦，係嘛？下禮拜嘅假裝嚟。好，好，按住先嚇，在列當坐。我哋下來。突遠風帶來3個字。談啦。當年天老樹啊！咱們大家人輕鬆嘅談一下遠風，只想要對老公講嘛。老公。謝謝你這麼包容我，愛你哦。親一個。媽。媽。好彩有見。養父現在在天上，對，想要明白嘅話對佢講。從小跟你做養女，沒有叫過你一聲爸爸，沒有跟你講過一聲我愛你。希望在天之靈，我現在講的話你聽得到，我愛你。
我老我老公结婚按多年来，也按多10年，不管发生乜嘅事情，佢都會陪伴我。我根本要創了數3個字來感謝佢、承蒙佢。老公，我愛你哦。听个歌词，感觉人没从爸爸哈，没感谢我的老公。哦，老公也是孩子的爸爸嘛。是是是。哦，中庸啦哈。没米胎啊，系啊。因为我好通常讲，我老公当皮喊我，我老公要亲无喊。这个是恩爱出名的呢。对呀，当按后面的送个脖子的呢。大摆怎么出国了因为佢希望我踏出去参加团体嘅，不希望我关在家里嘅。哎呦，安尼哦。因为我係較內向嘅人。啊，宅女就出來啊。對，宅女。冇好出去啊？唔好。平常唔好出去，哎呀奇怪呢。我老公都希望我在家里。因为你太外放了，他会担心嘛。应该是这样。反差，我们俩反差。有冇喺較感動嘅？哎呀，有冇窩心的故事嚟同大家分享啊？係啊，我以前去上夜班，做呢時就發生車禍，差一點嘅亡命去，剩一口氣，打電話終於去做了出來災害，規路嘅小白鹿，被警察攔下來。哦。然後老警察講，我老婆已經快要沒命了，放我過這樣子。哦，警察嚟通年前。有啦，有。哦。對啊。警察查有附送一下得冇？有冇？沒有。開路本，安尼喊冇？沒有哦。對。哦。其實警察要看下，哎呦，真係流汗倒血啦。對啊，係啊。哦，做病也得過。係。哦，所以我的命係我老公驗咗來嘅。哦，大難不死必有後福，是，對嗎？哎呀，所以也是按後面可能。老公很疼你，特別人係講，你不可以碰我的女朋友。哎呦，哎呦，剛你說恩愛到30幾年啊，7、8年了。哦，哎呀，哇，真的加油，給明年好呢，那麼特別偉大的節日。真的。但係大家你輕鬆嘅談一下雲峰節，想要對老公講嘛？哎呀。老公，謝謝你這麼包容我，都讓我出去跟人家參加團體，跟交一些很好的朋友，謝謝你，愛你哦。親一個啊。親一個。親。媽。媽。
还他阿梅呢。哎呦，有啦，有收到啊！谢谢谢谢。我们戴上墨镜了 ，OK。好，来谈贡品啦哈。来，来认真欣赏。突然讲是今日创三个字哈，日生啊，今日谈起来就比头摆吼又较冷啦，吼，然后较凉啊，较冷啊。也可能就讲将唔似个本身咧有冇嗰種緊張嘅嗰種心理啊，吼。一說下去嘅話，日生氣都會變甜嘛。但是呢，你叫伊嗌可能創一條三個字啊，吼，可能對人老公嘅嗰種感覺啦，吼，比較快啊，創較你上線較冷啊，較溫暖。嘿，對，我呢嗌因糖呀個試驗一了呢，吼，唔只有太多嘛個喏，師長然後再做強啦。所以呢，我是希望我按照沉水线路，还有量，还有按度管啊，吼，尽量啊，将自家变到最强上来，哦，然后呢，将声发挥出来，安尼发展会有好听的声音出来啊，才会演绎啊，哦，才会有分数较高啦，吼，所以呢，加油哈，继续落去啊。沈梦先生，好，安子先，好，来看一下分数。突远峰嘅分数。沈梦先生。标准都被这位，我嘅分数都冇咁樣啊！冇標準都被這位啊！啊，恭喜哈，恭喜，繼續加油，係4禮拜哈。OK，安子先再畢業然後走，我哋沙來。劍鋒帶來六三個。可能。爸爸節回到咧，上到我兩隻阿爸，伊生日按辛苦存錢，學台愛豆，你都是按辛苦，有冇享受到？你哋兩隻嘅恩情，我一生日是會記得。希望你我嘅阿爸。
感动哦，唱到个嗓子哦变态的。今日分享某个故事帮我哋听。我养父。养父啊？对，不是亲生爸爸。对，因为我亲生的爸爸很早就往生了。多早？是我小6的时候，我爸病重。然后我这个姓吴的养父，他来照顾我们，然后一直到我爸往生，因为我这个养父没有结婚嘛，然后我爸爸就跟他说，我一个女儿给你做养女，然后以后他百年归寿的时候，我要照顾我这个养父。后来我才过继给姓吴的养父，本姓张。哦，这样了解。对，所以他。在那时候雪中送炭，我们家很需要人帮忙的时候，因为我爸爸住院半年，都是我养父在照顾我们兄弟姐妹。后来他生病往生的时候，胃癌末期也是我照顾他，一直到他安心的走，都是我。所以啊，你个香魔鬼的就会。就是因为我过继给我姓吴的养父，我要传他的香火嘛，所以我就没有恢复原住民籍啊。我弟弟妹妹都是原住民籍。对。按你这样判断团体连结了哈。对啊，所以我爸爸是那时候跟我讲说，一定要他的大恩大德，我们一定要报答他，到他老的时候就是你要照顾，我要照顾他。真的勇的唔会属强的呢。用的太高甜了。等于讲，今日创业术歌都是用哽咽的声音，我想到这样跟到结束。对啊，受不了。今日创一条歌被弹，其实听没懂半句。差一点要哭出来了。忍着，一直忍着。你不要说你差点哭出来，那一边的哈，你像罗峰飞啦，唐真闯先生，加他前面的，佢创一条以后，下去就开始叫了。前面全部因唱机啊，你会不会因叫？真的哈。罗峰飞叫到几多？罗太子一下个屁股上加下，本来双腿之前拍个也缝到一下，还蛮推脱的。对爸爸的思念呢，对啊。亲情的部分。养父一下为爱过身的。86年那一年。86年的呀。我是连续84年婆婆往生，85年公公往生，86年我养父往生，连续3年。都是。养父现在在天上，对。像我明白个话对佢讲，一天当到。这家有曾经心肚底部有试过1句话2句话，从来都冇对养父讲过的冇。对，吴爸爸。从小给你做养女，没有叫过你一声爸爸，每次都叫你叔叔。到你走的时候，我还是叫你吴爸爸，没有跟你讲过一声我爱你。希望在天之灵，我现在讲的话你听得到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然后我要跟你说声我爱你。哇！他没有听过我爱他这一句话，我没有就从来都冇讲过。现在说了，他一定听得到。听到了啦。一定听得到哦。好，安尼，今日唱一条歌唱到动有感情啦吼。那边先生嘞。秋夏先生。金峰，今日可能为了繁衍人家的，算起来养家。所以你感情变去当多落去的时候，就我们嘛个当多所在是要责任，你这个相信你这个也对啦还有傲视啦还戏不然正你平常时你表现，你不应该唱今日红的圣洁，不过因为你今日唱感动的。感动咧，所以今日唱歌的，可能因为影响到你的成绩啦。太叔倒下的时候，你是欢喜，倒，然后又再团起再来接下，然后好彩有记，来照顾一顾，了记了，顾了这事，你是都是有责任有照提好彩有。
有记。演情上就得提咧，采新房的时节，有没有拿起不足？所以归属来讲，今米的表现莫讲真好，哈，还会记得，反应迄反应，必须归必须，喊你强壮，冲一些感情装出来，但是强壮做唔得，莫去照进，哈，加油啊！好，谢谢，那你还要看一下本书了哈。係來看吳建峰嘅本書。加油哦！对啊，加油分数没哈，繼續下去哦。還有4禮拜，好拼啊嘞，好不好？好，安子C。今天的節目有滿滿的回憶，然後對父親的那種感恩，太感恩，情感通道哈。清楚嘅下禮拜要父親節啦哈，都要祝所有嘅爸爸們哈，大家父親節快樂，啊身體健康平安哈。啊你今日嘅節目哈已經到呀告一段落，啊相信係當到好唱歌嘅朋友唔點樣嚟報名，繼續嚟報。嘿，報名專線0919388398，還有傳真電話0227778231。好，等下到嚟報名哈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，還要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安子C。什麼先生？什麼黃隊長？什麼小？謝謝老師們，謝謝。辛苦了，也要謝謝現場的所有的工作同仁們哈，安子C，下禮拜忘記了，要時間9年到嚟台，9年中下咯。